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希望你啊，12月万当伫要修成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修成的修。这日修到合话来算参类意思，像咱讲收入、收束。啊，若是保存起来，咱讲收存。农作物成熟会当收割，咱讲收成。啊，若整理物件，咱讲收咧。另外，还有做事、做工程、做煞，咱讲收工。用你的摕倒转来，咱讲收心、收回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。两个词，头一个未收山，这个意思就是讲代志未收尾、未收煞。第二个词，读做收卡洗手，代表走江湖的人宣布退稳的仪式，用金盆洗手代表伊的决心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伊本来已经收卡洗手，无要搁再过问江湖的代志，也毋过因为学校即卡900年历史的保险柜一直开未开，代志物价拢未收山，上尾也是爱拜托伊出来开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收提供互大家来参考。